即嘛因为气候暖化，嘛持续影响海洋的生态。伫澳洲的大宝岛，有一种生命力真强，而且佫有法度用命来行路的一种鲨鱼，嘛号做竹鲨。专家伫咧实验室内底，用人工培育的方式来观测因伫咧暖化的环境安怎来生存。还佫有另外一项研究发现讲，鲨鱼其实毋是单一的物种，是已经分化做三大族群，而且分布伫咧无共款的海域。毋过这嘛，互保育的工作变甲更较困难。美国麻州的鲨鱼甲是有名的大白鲨出现的水域。每年热天，因为海拔数量增加，大白鲨就得到因来到这，伫咧当地发展出大白鲨经济。出海看鲨鱼的行程真热门，主题商品一直拢卖甲真好，这店生意拢袂歹。因若救生单位是严密的监控，后来海沙堡耍的游客甲鲨鱼袂去拄着。We use our shark receiver buoys to get people out of the water when there are tagged sharks. We're notified on our cell phone. 伫电影内面，甲大白鲨形容真济真残忍会食人的怪兽。不过实际上，人类毋是因主要的食物，也真少主动攻击人类。因本来应该是顶级的掠食者。不过伫南非的海域，有看过因好好整围攻，甲巴肚拢盘起肠啊流出来。伫过去半世纪，因为海洋污染、气候变迁、非法鱼翅贸易，一个好钱掠杀，全世界大白鲨的数量强要减半，只敢若剩3500只。伫大西洋海域已经是极度濒危。为着要保育因所进行的一项上新的研究发现，大白鲨毋是单一的物种。伫比较20万年前，因为气候甲洋流分化真济，北大西洋、地中海、北太平洋一个南太平洋三个地理上完全独立的族群。这种情形对保育工作是正大的警醒，因为三大族群之间有独立的基因谱系，无基因交流，交配了后袂死。若是其中一个族群大量减少，无法度找其他族群来交配补救。研究团队警告，伫未来50年，全世界洋流的变化，大白鲨三大族群之间的地理界线可能会消失，增加无效交配风险。和大白鲨的生存更加危险。另外，咱来看伫澳洲，一种正古锥的物种金钟鲨，是科学家研究气候变迁加大宝岛生态健康的指标物种。因的生命力真强，会让伫咧差不多无氧气的环境，加大脑毋是主要功能关起来，减少喘气加心跳的速度，活更加长的时间，佫用气息做骹伫咧山顶上。所以，互人叫做会行路的鲨鱼。It doesn't look really tough in terms of a shark face, and it's not very bitey, but it's really tough in terms of what it can tolerate. 金钟鲨另外一个特点是因是生卵的。澳洲昆士兰的研究人员伫实验室内面培养这种鲨鱼，互因的卵伫咧无共温度、无共酸度符，看环境的差异对鲨鱼囝有什么影响。As babies, we know that they're a lot more sensitive to elevated temperatures. That could compromise growth, it could compromise their metabolism, and it could compromise their survival. 金钟鲨是分布伫咧规个澳洲大宝岛2300公里的海域，族群无啥山顶上迁徙，所以无共海域的金钟鲨有正多元的遗传特性，正适合用来研究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影响。大宝岛海域有400多种的珊瑚。几落千种的鱼加软体动物是海洋生物的宝库。不过，这8年来已经出现第5遍珊瑚白化危机。目前，大宝岛附近的海水温度已经到400年来上悬。科学家希望金钟鲨的研究会当互民众对大宝岛的生态加生存更加关心。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